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3月15日，我们与义人的距离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0章到26章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。然而上帝使你们得以跟基督耶稣联合，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，借着他我们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，并且得到自由。巴斯卡面对当代理性主义，大胆的高唱我信故我在。他不只在科学上有伟大的发明发现，他在哲学、神学、信仰上有过人的洞见，予诸多启发。他曾这样祷告说：我不求你赐我健康或疾病，生命或死亡，只求你为了你的荣耀，安排我的健康和疾病，生命和死亡。唯独你清楚什么与我有益。你是至高主宰，请按照你的旨意对待我，不论赏赐给我或是从我收取，只求我与你同心合意。主啊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，尊崇你是好的，冒犯你是糟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任何事的好坏，什么才能为我带来最大的益处？健康或疾病，富足或贫穷，或是世上任何其他的事，我都不知道。那种明辨力是人类或天使都无法企及的，它隐藏在你设立的奥秘之中。那奥秘使我崇敬，但我不寻求参透。这是巴斯卡的祷告。这个祷告让我很感动，也是一个反思。一个这么样子科学家，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他真的是天才，他是罕见的天才儿童。他一生成就奠基在从小学习希腊文跟拉丁文，所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。12岁三角形内角之和180度，16岁他发明巴斯卡定理，19岁他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，20几岁他就以汞证明真空的存在，30岁发明巴斯卡三角形公式，31岁他就跟当代的数学家法国皮埃尔·费马通信讨论，导出概论，就是霍兰律的数学理论，并且纠正朋友的赌博习性，提出很有名的巴斯卡赌注抉择。巴斯卡从小身体很虚弱，年近30岁时身体已经很衰残，但他对信仰反倒更加执着。当他躺卧在床，依旧写著名的伟大哲学著作《沉思录》。哇，这样大家比较清楚，比较认识他哈，并引入他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神的存在跟神的本质。例如，以巴斯卡赌注理论建议相信上帝的存在是过于金钱，并过金钱的生活，将赢得无限的福分。他利用汞柱的实验说明真空，来讨论神是否无所不在等等啊。他面对了理性主义，他勇敢的说我信故我在，来相对于这伟大的理性主义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，真是让人敬佩。他将科学信仰糅合一体，成就了保罗说的神把万物和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。简单的来讲，巴斯卡是职场上神的最佳见证人。如果说他是人类史上一株伟大的会思考的芦苇，也不为过。但巴斯卡只活了
39岁，他却自称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有许多的事情，正如我们今天所读的约伯记的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看到约伯以及他的朋友，哇，真的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对他的问答之间。而约伯呢，他真的是面对这样子的他的朋友的质疑，他到了23章的时候，约伯仍然大声说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约伯有这样的信心，他知道这位神，他知道我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精金。约伯的宣告阐明3个要点。第一个，约伯知道人的有限，人无法测透神的脚踪，但神却知道人的道路。他确信神明白他此刻的遭遇，正是这个确据使得约伯可以带着信心反复的向他的3个朋友宣告，神将会为他平凡所受3个朋友定罪的这个冤枉。第二个，虽然神在试炼他，神却不会平白无故使义人受苦。3，约伯也相信，当他通过这受苦的考验时，将如同炼尽的金金，纯净且无瑕疵。我们可以试想这个审判终了的画面，神宣判约伯确实是义人，衣衫褴褛的他将换上洁白衣袍，脸上带着荣光，神采奕奕地站在3个朋友面前。接着约伯回过头来回应以利法不实的指控，表示自己过去一直都遵守神的话。然而如果神定义要使无辜人受苦，无人能改变神的旨意。面对以利法这一番的大道理，约伯表示，尽管现在的他恐惧战尽，但并不是出于他自己作恶而受神审判，以致面临黑暗或幽闭所带来的结果，而是神的作为已经超过约伯所能理解。神的公义不再是可以用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这样简单二分法来解释。这是前所未有的特殊经验，这是在旧约就开始遥指着新约有一位弥赛亚，一位拯救者，他要使我们因着他，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，是因着我们相信，因着神的信实，我们可以跟神来复合，而我们可以跟他有合一的关系。我们因为相信，我们可以成为那个义人，我们跟他有合一的关系，我们才能够有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，并且能够得着自由。感谢神啊！神透过这么样子的苦的约伯记，特别在25章，我们也其实也看到比勒达在25章先高举神的伟大跟圣洁，以对比人的渺小跟不洁。比勒达说，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？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？没有错，没有办法，确实人是没有办法称义，但因为耶稣基督弥赛亚为我们付上代价，他替我们死，使我们可以从了罪恶中被赎回来，我们可以被算为无罪，重新开始，使我们成为跟神合一关系，进一步我们成为神圣洁的子民，我们可以以为主而活。感谢主，因信称义，称义的人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合一的身份。再进一步说，我们的身份就是现在来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称他为我们天上的父。真是何等的好消息跟福音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
因着这个身份这个关系，我们真的就有了一切，我们就有力量，我们就得以过圣洁生活，荣耀主的名。我们来默想，被称为义是表示一个人在神面前身份的地位，活出因信称义的圣洁生活该有怎么样的条件，当从何处来着手呢？今天音乐牧师连接了约书亚乐团的十字架上，他这样说：高高立起的十字架，父将我罪挂上，从此以后只需仰望，罪就得释放。我已经洁净，我已经洁净， I'm clean, I'm clean。 你是我灵魂的救恩，从今直到永远。拒绝恶者控告谎言，宣告我今公义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不会忘十字架上你永远的爱，天天带领我脱离羞耻与捆绑。我不会忘你无条件的爱，使我充满盼望。怜悯降下，恩典永留在全地上。耶稣，感谢你赐我新的生命。谢谢主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感谢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因为十字架上你已经替代我们，赎回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以称义，我们可以靠你过圣洁的生活，我们胜过一切，我们得以自由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靠主能够过圣洁的生活，来荣耀我们的主，对人有帮助哦。我们明天见。